南投的民间亲子生态园区呢，是有2.6公顷，互人号做是中部上界大的亲子公园。也毋过，这间公园呢，对明仔载开始就打算要休4个月来整修，来做设备改善，也阁有早日的工程。 南投县民间亲子生态园区地正宽，县内甚至周边县市，为咗家长拢会趁假日带囡仔来遮耍。但因为游乐设施顶悬的杂志网有部分损害，照明嘛无够充足。南投县政府打算对9月初10开始整修4个月，休到明年1月初10。有家长烦恼整修伤久，囡仔无所在去，姚民众建议爱顺线增加较济杂志的所在甲椅仔。 时间伤久啊！安尼我囡仔嘛唔知要带去倒耍，政府就是爱搁规划一个所在，会使互阮带囡仔去耍的所在。既然都要并用，我感觉迄早日的物件拢加用一寡，这个所在加做一寡。 这互人讲是中部上大的亲子公园。根据南投县政府统计，对2021年11月开放甲单。 来佚佗的人数接近50万。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，这个征收除了针对杂质的部分，也会针对安全的部分来改善。也若园区暗时无够光的部分，嘛会加强照明设备。这个时间就造成了咱所有的家长甲小朋友的不便请多多体谅，呼吁大家会使来去临近的咱的德山嘛有一个公园，南投市甲草屯。 南投县府农业处表示，园区内底虽然树仔种真济，不过才种3、4年尔，爱等树仔大丛才有才调杂质。新年度买变预算去凉亭、凉椅才会设施。整修期间，鼓励民众会当到德山、草屯甲南投市，嘛拢有儿童公园头佚佗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